高雄的温度较袂着，就超过30度，有的车红灯煞要等超过1分半时间。有议员就建议市府参考韩国伫人行道装阳伞，或者是新加坡伫咧捷运附近4公尺拢设杂黄的设施。不过，其实高雄也把试办过砸一遍，效果算是无啥好。来到中山2路甲3道4路交接，这位高雄路口秒数上长的车红灯，就要等99秒。这么热的高雄，真侪骑倒摆人拢反映伫等待的时阵热甲挡袂调。好，那如果接近中午的时间，基本上是那个没有办法等，很热。其实你大概5秒、10秒就受不了了，在阳光底下，对啊，你就会很热了，所以我会建议设。高雄试办过甲大型掠日棒设伫车道，却因为掠日的面积无大，驶这日定行弄歹去，风驶飞顺等问题，3当前拆除。最近有民代出国考察，发现南韩伫人行道悬顶设伫雨伞状的掠日棚，雨伞会当自动开合，阁会当喷水降温。嘛有民代发现，新加坡要求捷运周边400公尺内底，就要专门设置着掠日的设施。建议市府搁再思考设置的相关的设备，有捷运转轻轨，这是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交通的节点呢，都可以来设置这样一个路口遮阳的雨伞。公务局将与市府相关单位评估其适用性及适法性，再行研议规划。这是大家常年累积下来的，对啊，不要浪费国家的钱。市府规划要设置掠日雨伞等等的设备，需要考量到车辆的视线，设置的空间嘛需要法令来规范推动，搁要研究规划。目前有一寡商圈伫人行道悬顶有设置顶棚，未来人行道改善工程伊嘛加种树仔，增加都市树木的面积，嘛会当降低着绿道效应。记者王刘婷丹、香港报道。